嗨，我係葉天恩啊，呢度葉天恩塔羅頻道。如果你係新嚟嘅話，請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同埋開小鈴鐺。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，你會收到通知。誒，呢個開場白，我相信有訂閱嘅朋友呢，就經常會聽到，又或者經常瀏覽嘅你，經常會聽到嘅開場白。其實呢個頻道差不多已經成立咗5年啦。而今日我有個重大嘅決定，就係做埋今年呢，就唔玩啦。點解有咁嘅決定？其實我成立呢個頻道嘅初衷呢，就係4個大字嘅啫，傳遞信息。咁當然最主要就係想幫到有需要嘅人啦，有需要喺情緒上得到安慰。但係其實我每發一支影片呢，都包含住衷心嘅祝福，希望可以聽嘅人得到平靜、療愈同埋啟發嘅。咁當然有時如果你覺得悶嘅時候，好似有人同你傾下偈，有啲咁嘅意願喺裏面。咁當然啦，我本人亦都好 enjoy 呢個 progress 啊，尤其是係 reading 方面。而家我正式宣布，葉天恩塔羅咧將會播至年底，因為要玩嘅咧都差不多啦。咁除咗宣布呢一個消息之外，亦都最重要嘅咧就係感謝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。雖然我每一次都講，可能就會匆匆掠過你嘅耳朵咁樣樣，我都衷心希望你哋可以活得更加開心同埋幸福。而成立呢個頻道已經5年，亦都有超過500個訂閱者。可能以前日日諮詢咧都未必去到幾百人，俾到力量同埋安撫到更加多嘅人呢。我真係覺得好感激，亦都好多謝呢一個平台俾個機會我去做呢一樣嘢。我想講喺製作嘅過程之中呢，我係開心嘅，有時亦都係有啲出錯，咁亦都好多謝俾 comment 同埋 feedback 我嘅人類，因為我全部咧都係自己製作，所以就會有一啲自己忽視咗嘅錯誤出現。我呢度好衷心多謝大家瀏覽我嘅影片。無論你覺得我幫唔到你，或者純粹係詐騙，又或者覺得都幾有趣，又或者有啲人類話俾我聽，聽我把聲咧就容易瞓得着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所以成立呢一個頻道製作影片傳遞信息咧，我自己都獲益良多。我再一次多謝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同埋 comment 嘅觀眾，同埋所有好開心同埋感謝嘅留言。呢一個係我能夠持續到2026年嘅最大動力。好，最後我要正式同大家告別啦。我係葉天恩，呢度係葉天恩塔羅頻道。如果你係新嚟嘅話，請訂閱、讚好、分享同埋開小鈴鐺。2027唔會有新內容，你亦都唔會收到新通知，但係可以喺 comment 話俾我聽，你對於之前5年嘅影片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？每個禮拜我都會有 free reading 嘅，詳情於下面。但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，請提防詐騙，小心小心，真係要好小心啊！大家唔好隨隨便便就 click 開一啲 link 或者聽到就即刻做，要 check 下先，fact check 先。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，謝謝 thank you，拜拜。